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，我们针对杀不了鸡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句出了一套题，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，点赞最高的正确答案将获得我们送出的大礼包1份。考试开始。Honorary vocabulary to dignitatis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任督二脉、火山西肺症、胡逼逼、不胜光荣。浪漫满仓库的剧情里，一共有几个绑匪？6个、5个、4个、3个。情迷6扇门里，公公的刑讯工具是辣椒水、老虎凳、火钳子、寂寞。触不到的恋人里，对小说里的描述，哪个细节没有满足甲方的要求？人中之龙笑开了花，柔弱无骨，同床共枕。不见使途中追杀主角阿昌的敌人不包括恐龙、外星人、日本浪人、徐福。你叫破喉咙，我们也不会劫色，是以下哪一集里的台词？神探特洛伊、幻日奇海传、粉红世家、浪漫满仓库。外国观众看幻日奇海传会认为剧中人物黄药师经营的是一家体育馆、按摩店、餐厅、武馆。本系列